刘伟国家族以自身的经验开记者会，批评外送平台陷阱真多，消费者若是吃亏，根本就找无通投诉。近年来，外送愈来愈热门，尤其是疫情期间，大家无想要出门，订外送是一个好选择。不过，刘伟国家族分享家己的经验，感觉家己比Uber Eats接办意。 正常人点进去就是想要了解说，到底这个优享方案要付多少钱，或是它的优享方案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结果原来一点进去呢，你就马上被收了120块。主打只要120块，国家如讲这字写啊真细，而且一点落就爱收费，根本是一个陷阱。而且想要求退行，我无地求助。 结果找了老半天 Google， 然后上 Uber Eats， 都发现它没有人工客服，它只有就是欢迎你传讯息等等。最近外送争议愈来愈多，消保处统计Uber Eats108年77件，但是，敢若109年1月到4月有49件，副偏大阁愈多，108年346件，109年1月到4月就502件。20件申诉，可是它后面母数可能有200件，就是消费者不满的地方可能就有200件。 Uber Eats回应，优享方案采用的是自动续订，是普遍性的做法。真侪 APP 拢有小详的便利服务的设计，虽然无客服电话，但是嘛看到消费者接受非电话方式的服务，直接伫 App 顶面得到回应。消保处嘛认为，身为外送平台，必须要提供充分资讯，让消费者选择，嘛有申诉管道当退费。嘛免个骗骗境界客户，若是违法，上悬处50万。